嘿，大家好，我先把这个等一下开的留言我刚刚忘记收起来了，不是留言，那个 Google 评论我忘记收起来了。那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大家午安啊，我是瑟西恩，你们也可以叫我毛毛。我今天是电猫之源，对，因为曾经在咖啡厅做过电猫，有在我的台的朋友大概会听过这件事情。那我之前待的咖啡厅比较像是精品类的手冲咖啡的这种自烘店家啦，对，所以我比较没有看过连锁店家的评论。这跟我就蛮刚好不一样，我就是做过连锁咖啡的打工仔。那你有学拉花吗？哈哈，那个时候我们的算店长嘛，就是反正我们是希望每个人都学会啦，然后确实是会对我施压说，你赶快学啦。但是我做了6个月，直到我离职我都没有学会。6个月其实好像还好哎，如果你要学拉花的话，你说照理来说够时间吗？不是，如果你才刚进去，就是你是新的人，你完全原本不是做咖啡业界，然后你觉得从零开始进去做6个月的话，应该还不会到要叫你学拉花，就可能还不会这么快。而且实际上真的让我就是因为那是要练习的嘛，那是需要一点肌肉记忆的。实际上真的训练我的时间可能也没有1个礼拜就希望我会，我就觉得再想想，没关系，我也不会。那真的好难哦，有难度。对啊，但是因为我们那家店就是会把客人宠坏，然后有一些客人他就真的会预期他的咖啡要有拉花的，对。但它并不是一个表定一定会有拉花的东西，对吧？菜单没说啊，没有，菜单应该要写什么拉花加10块这样子。对啊，有，我记得你上一次开那个有讲到，对，咖啡餐厅、咖啡厅经营的台的时候，没错，那时候有聊到。哦，你有偷看哦？有啊，好害羞，我看一下。然后那个拉花后面很放飞自我啊，对，就是把我那个上班的时候不敢做的事情，在玩游戏的时候把它做出来，很棒。那你玩那个游戏有什么体验吗？就是你觉得跟实际上班的差别？这样听起来很 M， 但是我觉得我要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就是想要重温那个感觉。我觉得好像要再忙一点。OK， 因为他真的让你一个客人慢慢做，我就觉得感觉很怪。一个客人慢慢做，感觉如果以真正咖啡厅现场，好像很难哎。对啊，蛮难的，很夸张，忙起来的时候很夸张。你说那种 rush hour 的时候吗？对啊 ，rush 的时候，因为我们有用高科技杯贴机，就是他直接点餐，他就会印出一堆贴纸，然后那个贴纸就会跑一串出来啊，很像那种汤什么熊那种有一些会出彩票的，他就吐一大串，然后就哇，好好玩，对啊。然后吧台可能就卡那个10杯20杯饮料，尤其是那种点大单，不知道是想要包回去公司下午茶还是怎样。一个人给我点20杯，哇，出彩票，好爽！真的很多很刺激，好刺激，超级好玩。今天来人类咖啡厅观察，对，我们等一下来观察那个奇奇怪怪人类。要不要先跟大家打招呼啊？反正我是小台，可以一个一个打招呼。以后变大台可能就不行了。好，阿健安安，这样不算晚安。安安，午安，六弟午安，嗨，师傅午安。然后这位是新朋友吗 ？K822031，我好像没有看过你。你好，欢迎你来。还有阿轰跟银白，欢迎你们来。欢迎。那我们就直接开始看了。好啊。伊藤绿茶，午安，你好。好，那午安。那打开来，我们来看。你收集这个 list 多久了？就是我们正在找那个各家咖啡厅这样。如果我说没有很久，你会不会觉得我诚意不足？不会啊。其实是，我是
啊，这应该可以讲，就是我前2天吗？还是前1天我开共编给你？哦，对，前2天开共编给我啊，就是那一天，就是我就那时候就想说、啊，不行，我赶快准备一下。OK， 没错。好，你2天收集了19个地点。因为其实我没有啦，里面有一些是你提供的啊。我原本就想说，我原本的如意算盘就是找一些连锁店的，因为我感觉好像连锁店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连锁店OK比较多，因为可能精品的那种它就有过滤到客人，所以这样讲好凶。我有时候也在想这种事情，是对精品咖啡是不是其实真的会达到某些过滤？会吧，就是大家看那个店的装潢或气氛，就会先感觉啊，我好像高攀不起这样子。因为我后来发现有些精品咖啡其实跟星巴克的价格也不会差到这么多啊，因为星巴克就也卖蛮贵的。对啊，因为它是那个、我没记错，它全球那个价格基本上是一样，就是你把它币值换算，所以对台湾人来说偏贵。而且他们有自己的红豆工厂，因为我之前有稍微有看到他们的旗舰店，就星巴克的系列有一个很特别的旗舰店，是他们有一个标志是一个 R， 然后上面有一颗星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啊？你说他们有某些店是好像叫会有这个，对，会有这个星星这样，对，然后那个有星星的店家就代表他们这间店是有烘豆子的啊，然后会统一就是包装起来分送给星巴克的各个门市这样子，所以那个有还有星星的店就会比较巨大。我那时候去的是上海店，就刚好在展览期间去参观了一下，他们有那个超酷的透明水管，是可以直接把咖啡豆吸上去这样，然后就看到咖啡豆在那个管子里面飞来飞去，像气送那样子吗？对，然后就整个店里面充满那个管子，然后就看到咖啡豆飞来飞去，很有趣，听起来像什么很魔幻。查理的巧克力工厂的咖啡版，对，听起来有好玩有那个 feel， 有那个 feel，蛮酷的，很神秘的体验。是瓦萨比冰咖呢，山葵冰角你好。伊藤绿茶说我们今天这是养眼台啊，俊男美女。我知道，毛毛是俊男，我是美女，非常合理。好香。有粉丝画你的性转图吗？有我的性转图吗？没有印象那你会想要吗？我觉得听起来很不错，我还蛮好奇大家想象中性转之后毛毛会长什么样子。我也跟大家呼吁一下，我也蛮想要看我的性转图的，大家加油啊！知道了，你会画画对不对？我记得你会画画啊，对。好，最喜欢迫害别人啊，不是？可以，欢迎迫害。我的亲生老爸前几天画某一张图也要把我的脚拔下来，我已经觉得没差了。大家想怎样就怎样。没关系。有啦，我最近就是虽然没有性转，但是有新衣服这样，有要新衣服。好昨天还前天前天刚好开那个，就是公布说我们接下来换新衣服了，大家可以去预测一下，超好笑。他们取了一个很厉害的 hashtag 叫新山色就是色是你的色。对，换新衣服新衫啦，嘿丢，好酷，很猛对，加油，大家加油！好，非常期待对啦，这也有画一张我的性转图，有。我想看其他人想象中是什么样子，我很好奇，因为我身上有很多色色的配件嘛，我想知道大家可以画了多色，谢谢大家。就是美女人设，谢谢。赞的耶，好。然后那个有咖啡业界有一个传说，就是有一些连锁咖啡是会专门挑，他们叫选妃咖啡店因为会专门挑长得正的进来，然后只挑女生当店员。但是这不能明讲嘛，会被检举。业界秘辛，对，没有这业界秘辛。去展场就看得到，去展场会看到那个，因为现在都会有那种什么
咖啡展啊、酒展啊、茶展啊，然后会有那种全部联合混在一起大杂烩、大拜拜这样。你知道去那个展场里面啊，就是在酒展的那一层，就全部都是漂亮的 show girl 这样子，然后去茶那边就都是阿嬷，然后就泡茶这样，很缓慢的泡茶养生的地方。但去咖啡呢，就会有落差，就是你可以看到，放眼望去，其中有一间美女如云这样啊，就知道是谁了。哦，好，哎，好，我们就放在这里了。大家有机会去逛的话啊，可以去看一下。我没什么在看展，所以我真的完全猜不到是哪一间。因为我会去买生咖啡豆回去烘，所以我要去展场才能挑咖啡豆。虽然有时候他们那种生豆的经销商会先给你一些 demo， 这样会寄一些来。比较有心的会当场送来，这样业务会送来。这样讲突然让我想到一个蛮无关的小故事，你有没有听说过茶包是怎么被发明的？茶包怎么被发明？他们是不是什么装在麻布袋里面，然后不然泡水了？类似，我听到的版本是说，他是原本也是要寄那个茶叶的 demo 给客人，然后他就用了一个就是那种算纱布吗？就是那种布包装，然后拿到人就以为是直接泡，然后直接泡发现还不错，就不用自己捞那个茶对，渣的，然后就变成茶包了，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有听到这个说法。有这个传闻，这样很有趣。初见安安，心好你好。伊利比较喜欢阿嬷啦。泡茶阿嬷让内心比较稳定。OK， 不错不错，你有机会可以去那个，可以去当阿嬷诱拐伊利。对不起，我都乱讲话。没有，我们可以看评论乱讲话指数可能比你更高。我就是会挑那种乱讲话的评论，然后来骂他，看谁比较乱讲话这样子。哇，第一个就是一星好刺激哦，好扯哦。来，看他有什么不满。点小碎冰，整杯冰块。好了，这好像不太行。庄园拿铁只有奶水味，没有咖啡味，给你6星好评。6星好评多了一颗在这里。好的，好的。怎么感觉大家？怎么感？不是伊利，你讲什么？什么叫茶温太高？什么意思？茶温是什么意思？好的，茶温太高，伊利你这样不行。伊利你哪行的呢？不要随便喝高温茶，会烫口，不行。真的喝不下去啊！这里这个台的气氛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唐突，超唐突，完全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子。都伊利啦，好，好臭。这个前2个就这么低有点惨。饮料只有7分满，这间也是哦，对，这间是连锁的，没错，连锁店。对，饮料只有7分满，真的假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他拿来跟什么星巴克比？有啊，那个有一条很明显的那个阴影的线。上面是冰块吗？不对，上面如果是冰块有饮料，应该也没那么浅，对不对？对啊。我发现我截到的范围其实有点小而且冰块其实应该要有一点点渐层，因为冰块浮在上面，但它还是会带有水分，然后应该会有一个漂亮的冰块的影子透出来的。对啊。这个是真的有点不行因为我之前也是做那个连锁的，它就是会很要求你要到哪一条线，然后配方就是要一模一样。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对啊，但连锁的应该他们很多东西都会是公版规定好的，就会应该比较好掌控吧。对，他会尽量把那个 SOP 做到，就是我讲白一点啦，猴子也会做啊，我就是那个猴子，就是你就照那个线，就是你只要背熟就不太可能做错。它应该也会有一些，就是水量本来就按一下就多少之类那种啊，对啊，很方便。几乎我所知道的连锁都是这样，它就是会有一个很像那叫什么洗手乳吗？有那个压的。哦，对，那个装糖浆是不是？没错，它就直接规定就几下就是几下。很难做错啦。一家店的评价会普遍差是没有不是没有原因。很凶这个也好凶，太好笑了。他还把时间写出来，是要让店家回去检举吗？
他是要让那个店家去调监视器，对啊，然后就可以抓战犯。好像有这个作用就是他就可以去看是几点是谁哪一个员工。不是大叔在认真的讲茶温泡绿茶70-80度，红茶80-90度，原来如此，这个我不知道，哦，还有那个啊，白茶也是温度要掌控的很好。哦，哇，那我们的连锁店是真的蛮随便的。我之前那一家就是没有在管，全部都是100度热水。你说泡茶吗？对啊，我们的因为我们的菜单上有蛮多茶类的，但大部分那个茶类的做法都是先把茶泡起来，泡一大桶起来，然后要用的时候再倒出来。那是真的蛮方便的。就老实说，没办法太讲究，就很方便，但讲究不到哪去。对。我们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卖茶我带的店家是因为是那个自烘的精品咖啡店家，然后他们老板原本想说，那我们就是卖咖啡而已啊，因为他卖咖啡其实有点算他的副业，做兴趣的，对，他其实蛮做兴趣的，然后就想说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茶，然后有一天就有客人自己带了一包茶，然后问老板说能不能泡，然后想说对，老板要跟客人还蛮熟，就会有一些熟客自己带一些点心啊什么来这样，然后老板想说好像不行，他就拿那个塞缝，就是虹吸壶，然后来煮茶。那个超好控温度，所以后来他们就拿虹吸壶来煮汤圆、煮泡面、煮水。而且你知道煮泡面的好处是什么吗？你不用自己把面从水里面捞出来，然后把它从火源上面离开，然后把它整个倒出来就好了。这样好酷啊！对，虹吸壶就是这么的简单好用。哇，好。让我想起一个小回忆，就是这个不能讲啊，但我要讲了，就是照理来说，因为我们有提供一些植物奶的选项，然后其中有一个大家很常点的是豆浆，但是这种东西会比牛奶更难抓量，就是你真的没办法确定会不会有人点，所以有时候会报废一整罐，然后就有那个我的前同事会吃泡面。然后他就直接用那个蒸奶的那个壶，直接蒸了热豆浆来泡泡面。哇！然后原本还想试着拉花，但是不行，因为有那个油脂，它拉不起来。公器私用的一个典范。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真的很奇怪。但我觉得用塞风煮泡面比较奇怪。它很合理耶，它很合理，面不会泡烂。好啦，是就没想过。比尝试拉花合理。对。就谁会想在泡面上拉花啊？我觉得很酷。其实我没资格说人家，因为我会知道这件事情是他那时候说他直接拿报废的豆浆煮泡面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试着拉花？然后他居然跟我说真的有。我也没好到哪里去。看来大家是蛮有志一同的嘛。就是会有创意啊，没错。开发新菜单。对啊，要有那个大胆实验。下午5点要有工作热忱，好难老实说，真的我觉得，因为毕竟是连锁的，所以你应该可以预期很多员工就真的只是打工仔。我觉得要在他们身上寻求热忱，可能搞错了什么。对啊，就你也知道，最低时薪就是那样。他们应该时薪也就是那样。至少我之前是。但也不能怪客人啦，请去怪总公司。对。你觉得这种就是应该要被列在员工训练里面吗？你说员工什么？员工训练啊，就是对于热忱吗？对，那种服务态度。我们是有啦，但是我们是把它叫做话术，就是他的话术不是那种骗你买保险那种话术。我们家讲话术的意思就是台词啦，你要把那个台词记起来。对，然后而且要背的台词好多。
但是我觉得习惯了就会变反射，就是我现在虽然快遗忘了，但是好像稍微还可以。就是你看到客人走进来，你就要先说：“请问今天想要喝什么呢？”要表现出一个你假装很在乎他想喝什么的样子。然后今天能为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这样。对，就也没有很难。然后我们的训练里是有，但大家都有做到吗？不一定。很忙的时候，我就会突然觉得我其实也不在乎啦，就是钱也一样多，那我干嘛？就其实我是蛮看心情的，我是个烂员工。对。如果你说该不该我觉得可以啊。对，但是你要求你的员工这么多的话，你就要有办法留住他，看是用钱留住他，还是其他方式。留不住就你怎么不找自己的问题？真的，我是认真的啦，因为我们那家店那个流动率真的好高一直都有人离职，包含我，所以我就觉得总公司要检讨一下怎么留不住人，这个我没办法帮忙哦。没人说他们会觉得反正永远有新鲜的感跟新鲜打工仔出现的，是没错啦。可是虽然我一直觉得就是你一直在重复那个训练跟招新人的过程，其实是一种蛮大的隐性成本。我觉得真的很大因为你就是要有会的人去带，还有要比较上面的人去面试，你等于就浪费他们的时间。对，我们有一年就是有一个学校的餐饮科学生来申请说能不能当实习生我们也有。然后因为我们算是自己开的，就是我们老板的兴趣开的地方，所以原本是没有想要收，但因为对方是一个什么，就是反正他们自己有办一些可能社团之类的额外活动，就对咖啡很有热忱跟兴趣，然后很想要学自烘的那种技术，所以就一直有来拜访这样。那我们老板就想说，好吧，就是看在他这么有诚意的份上，就收看看吧。所以是我们第一个收实习生，然后后面就是后面就是进来之后学习态度没有很好然后可能再加上他对于餐饮的一些概念其实没有很纯熟嘛，然后后来就跟他说，那他的实习成绩可能就不会过这样，对，有去跟校方跟各种就是去协商啦，但就好难带实习生好累这我就没经验了，虽然我有被，因为我们真的太缺人，所以我也才做几个月，但也会叫我去带新人，我就觉得完了，这家店完蛋了。我是能教什么？教他扫地。发疯，可以，教他发疯，教他骂客人，没有啦，不敢。我还没有骂过客人，但好想试试看。我好像也还没有看过骂客人。你说看过，就是你遇到的店家骂客人这样子吗？对啊。好像只有那种吧，就是自己开的。老板可以摆架子的那种才有办法，连锁是不可能啦。但就确实有遇过那种，就是客人很不满意，就会当场开骂的那种。你说客人开骂吗？还是客人太夸张？客人在店里面开骂这个倒是遇过蛮多次的，客人很失控的是蛮常见。对，如果是客人跟客人之间失控，那就更恐怖那个很麻烦我们还真的遇过麻烦，差点要打起来，左右为难。对，然后那时候就听到很大声呛声要打架的声音，然后你知道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先看他在店里还是店外，店外就没有我们的事。责任归属很重要，没错。店里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反正不是我的问题，我就要报告给我的上司。好笑对啊，服务热忱什么的不存在。看来还蛮多人都抱怨他们服务品质不好对啊，这家店看起来有招致一些那个他已经第二个被讲服务态度很差对啊，他说不同店员做的饮料同样品相跟甜度，茶的浓淡不一样
让我想到，因为之前我做的那一间是它的，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它茶是一次泡1大桶，然后对啊，对啊，那个就会有点难控制，所以那可能不是做的人的问题，是泡的人的问题。是这个 SOP 本身就没办法让品质很稳定，真的真的。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痛苦的点是，那个茶怎么泡，其实我们的 SOP 是规定的很清楚。那为什么没办法照做呢？因为人不够，很常会出现一种情况是，我同时要做饮料，然后我同时又要包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又要去顾那个茶啊，真的不行，真的不行。我突然发现，要很能一心多用，或者是能在自己的脑子里面排一个那个那叫什么啊？工作流程吗？啊，那很难。就是像那个啊，他们叫什么 line up 这样，就是你要在脑海里面先排好说好，你这件事情做完，下一个做什么，然后哪个东西需要时间，你要把它往前排，然后就做，还会有一个就是像排队一样那个列表，你在脑海里面有这种东西，然后你还要能同时顾及到就是各个东西的目前状况是什么。所以可能要有这种能力，你才适合去做这种吧海没错。我本来很不行的，但我去了之后，我真的有被训练到，真的有开发到，我好像赚到了。会耶，对啊，做咖啡吧台是蛮高强度的训练，不管是那个人际交流的部分，对，还是你同时要学会哄小朋友，就是那个客人会在那边跟你。我前一个我在进咖啡店当店猫之前的前一个工作是在博物馆做那个科学研究教育这样子，所以也要带一点点小朋友，就是可能面对小朋友还比较多一点点，但你比较不需要就是去在乎一些商业层面的事情这样，对，你不用那么营业。所以那时候就是在我进咖啡店工作之前，我的那个 MBTI 第一项是 I， 然后等我做完咖啡店之后，我就变 E 了，被开发，会直接性情大变，超好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种状况。说真的，我也是做了 VTuber 做一做，我本来真的是 I 人啦，真的啦，但我现在超 E 的，我已经是被玩坏了，是这样讲吗？好像不是这样，好像不对，完蛋了。那你看，我现在照三餐在那边爆眼，完蛋了。对，没错，跟各位说，去咖啡业界工作是一种 MBTI 转换特训班。没错，这个略懂。如果你又 I 又有 P 的话，很适合去，因为你去了之后就会转成 E 跟 J。这是一个什么转职的概念吗？超奇怪，好玩耶，好像什么打电动在转职，二转。他居然说巧克力蛋糕吃了会觉得这个很好笑。这个怎么不找自己问题？身体的问题，你可能要考虑一下，你是不是有巧克力或麸质过敏？就是可能不要吃巧克力蛋糕这样子。身为一个过敏仔，就是我必须得说，那个吃麸质是真的很容易胀气。如果你是有过敏的人的话，就是如果你吃面食类，就很容易觉得肚子很不舒服，会有那种胀胀的，一直打嗝之类，你都要考虑你是不是有机会是麸质过敏。啊，原来如此。这个怪店家是真的蛮好笑的。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这根本就在讲我服务品质要看服务人员跟心情。我心情好跟心情差超多的，我真是烂员工。那你有遇过那种职场小太阳吗？就是你觉得他每天来上班都很快乐的那种啊？我之前那个你说的是让我很快乐，还是他看起来很快乐？就都好，我觉得不管是他自己很快，通常要自己看起来很快乐，才有办法让身边的人也很快乐吧。好，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之前那个纳武科林有找过我的一个算跟我比较好的前上司，对，他叫可怜虫，然后我会找他来，就是因为他真的很好笑，然后我说他看起来很快乐，是因为他其实很容易服务客人，服务到生气。但他生气的时候，他的表现就是会对客人非常好，我根本觉得他有病。然后客人就会觉得哇，怎么会有服务这么好的那个店员呢？
然后他下一秒就会按耳机跟你抱怨那个客人怎么不去死一死，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好，这是一种另类的疗愈，很有就是感觉病得有点严重，反而很好笑。对对对，好好笑。然后这客人也开心啊，我也觉得很好笑啊。他开不开心我就不知道了啦，应该是不太开心。好好笑，这个真的很有趣。他也是不简单，他也是很会乱讲话，好猛哦。对呀、这也算职场小太阳吧。就是我知道跟他一起上班的话，我就知道又有笑话可以看，不是就是又有人可以乱讲话了。哎、不是涨低消，对啊，80块还好吧？你要在咖啡店点到80块，不是轻而易举吗？哎，但现在是不是很多都会有那种，就是你点一杯，然后大家就会在那边坐一整个下午？啊，是会有，是会有。对啊，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这样子的话，算低消就蛮正常。对啊，要尊重各家店的政策吧。通常都会要求你至少要点一杯，不是连一杯都不点，你还在那边坐一个下午，好意思吗？所以他的那个全文什么没有这样的品质、他有全文呢，真的。他有讲服务态度了，大家真的讲不赢就讲态度。没有啦，可以理解大家会在意那个态度啦。大家好在意态度。对对对对对，就大家去买，也可以说是体验经济吧。就是你去买它的时候，你重点不一定只是那个咖啡，你可能想要那个被服务的感觉。你想要当人家的大宝贝啊！我真遇过让我很生气的，就是他问我红茶拿铁是什么，我就跟他说那个是红茶加鲜奶，他就说好，那他要拿铁。然后最后那个出餐的时候，他拿到的是拿铁咖啡，他就客诉说啊，为什么不是红茶拿铁？我想说，你不是说你要拿铁吗？好，这不是很重要，只是我就觉得，以为是红茶的拿铁。对，我就觉得，他真的是想要当大宝贝，就是我就是真的想要每个问题都要问他，是不是？就是那请问你想要是有加红茶的爹爹，还是没有红茶的爹爹这样子？对，那就叫奶茶，真的耶。我想到那个，因为我们就是那个自烘的精品咖啡店家嘛，然后我有说过，我们老板原本就是只卖咖啡，然后有一天就来了一个妈妈带小孩这样，然后他就要进来，那我们其实没有挡小孩，但就有说因为我们店里面有一些比较珍贵的老板珍藏品，就是可能要虽然都放很高啊，小朋友可能也不太会动得到。但就可能要注意一下小朋友，因为比较怕他们撞到，就有很多柜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没咖啡因的东西，所以就如果小朋友的话，我们可能就没办法服务到。然后这个客人已经听完这个解说了，他就觉得他 OK。他进来之后就一直问说：“那我小孩要喝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没有在听哎，超中风！你只是想进来吧，你根本不在乎你的小孩。很常遇到，很多客人他根本就没有在听，就是你跟他讲完之后，他下一句话就是马上让你知道，哇，你刚刚都没在听哎。他如果因为我现在就是已经没有在做了，我就很敢呛客人，我就大胆做梦不犯法。如果有客人这样问，我就跟他说，你就给他喝那个啦，你就给他喝热美式，然后加5份浓缩啦，好不好？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有遇过那个。就是知道我们只卖咖啡之后，然后就说：“那你们有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吗？”我就这个有点难。就是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我知道有一些店会提供那个低咖啡因的啦，但是要完全没有点难。对啊，完全没有。所以反正后来我们就有一些像刚刚说的，像是。果茶之类的，就是它也不是茶叶，它是果干，所以就基本上你可以确定它没有那么多咖啡因的东西，就是不太有可能有咖啡因。要照顾到这些客人也是蛮累的。对，后来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银皮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银皮是什么？我不知道。好，那我解说一下
大致上它是一个咖啡的副产物。好，它是咖啡的果实，因为我们知道咖啡豆它本身是那个果实的果仁，就是最中间的那一层的。那它外面其实有果肉跟果皮。那在果肉的里面，刚刚说的果干是用那个果肉做的，就果干茶的部分。那个果肉的里面，那个咖啡豆的外面还有一小层薄薄的、很含糖分的小薄膜，这个薄膜叫银皮。它剥开的时候会有一种银亮的颜色，就是闪闪发光这样，但其实是因为它里面充满了糖跟胶质。这个东西在烘豆子的时候会被烘干，然后变成一片一片的碎片。这小碎片呢会被抽风机给集中起来。一般来说，烘咖啡的时候会把这个东西燃烧或丢掉，就是它不是一个需要的东西。但我们老板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像手冲咖啡一样泡茶来喝，这样就也可以当茶叶啦。泡来喝之后，它会有一种很像玉米须茶，还是那种你知道什么玄米茶的味道，只是它比较带有果香味，一点点咖啡跟果香味，很淡很淡，但就是一种咖啡的副产物这样。好特别啊！这个是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找找看有这种类型的产品的店家。这个是没有咖啡因的。对，它那一层是果肉，所以它也是没有咖啡因，因为咖啡因只存在在果最中间那一层果核，然后那一盒那个就是我们的咖啡豆拿去烘的时候才会比较油这样。有趣。那咖啡的果干跟银皮都泡茶都蛮好喝的，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体验一下，有些咖啡店是有在卖的。对，之前去日本也有看过专门卖咖啡果干的店家，就很酷。这两个都完全没试过，好，我一定找机会试试看。耶，获得了很神奇的新知识哎，好厉害哦！哇，你真的是，就是对我找来的来宾都是真正懂咖啡的人啊，我不是啦，我就是来学东西的，我只是懂打扫跟懂呛客人而已，抱歉。这很重要。懂呛，没错，我就是太好了，有接到啊！我有一个那个啦，我应该要随时准备好的这个，耶！好，我的人生圆满了，我们继续。圆满，好廉价，这么容易就圆满啊！一直想要说看的台词的那种。对，或是我一直想要来宾帮我接下去的那种，耶！这个的起始星星数还蛮高的。对啊，他第一个居然不是1星好感动哦！好感动哦！对，他看起来对咖啡不太满意哦，味道很浅焙。在我那边的教育训练的时候，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受用的，就是如果今天来的客人他平常喝深焙喝习惯的话，他很可能喝浅焙会觉得没味道。这是真的。然后虽然这样有点歧视，但是通常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他可能平常就会比较习惯有强烈的味道，或是他比较能吃苦的，他可能也会觉得那个浅焙比较没味道。我的经验里是这样，没错。我们其实有遇过一些蛮特别的，像是国外来的客人，然后就会有一些各个国家的习惯喝的咖啡的方向，例如说日本来的客人就非常喜欢喝很深很深的深焙咖啡，然后他们非常喜欢喝塞缝，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喜欢手冲，对，骨片，然后比较会喜欢手冲跟意式的都会是欧美国家过来的。然后东南亚国家的非常喜欢喝，就是东南亚国家来的非常喜欢喝拿铁，但他们拿铁不加糖。你说的意式是意式系列的，还是就是 espresso？ 就是 espresso 这样子。因为很酷，各个不一样的口味。然后他们有一个说法是说，年纪比较大的客人，因为他们的味觉
使用的比较久的关系，然后再加上他们那个年代习惯喝的咖啡的状态，其实也有一点点受其他国家影响，但他们会喝比较深的咖啡是蛮常见的。然后浅焙跟中浅焙是近几年因为手冲比较流行，就是大家都想要在家里就可以冲咖啡，但就不会每个人都买得了咖啡机，有空间可以放或之类的，所以手冲就会变成一个很方便的选择。那手冲就有很多可以玩的东西，就是包含像是你咖啡的配度可以呈现的风味可能也比较丰富一些些，就你同一只豆子你用不一样的手冲方式，你可以呈现的风味就会不一样，所以就开始出现大量手冲玩家跟大量的浅焙喜欢喝浅焙的人这样子。然后浅焙其实就真的会比较偏酸香重，但是咖啡的苦味比较少，那就喜欢喝苦的人就没那么喜欢是正常的，还有不喜欢喝酸的咖啡的也会不喜欢。挑产区也是，就是如果这个客人很坚持他的咖啡要苦不要酸，千万不要挑非洲区的豆子啊！对，你就给他一些别的地区的豆子，这样我们就会需要注意这种小细节。我们的教育训练是有教这些，但是实际上，来我们店的玩家没那么多，大部分还是买饮料的人，所以就还好。我们会被雕这个，因为会有很多是玩家来，他们舌头很刁，因为是精品取向的嘛，所以对，然后你可能就要对于整个后面产业链都有一点了解，才有办法跟这些玩家客人就在同一条线上。没错。阿蜜耶，嗨，蜜午安。手冲玩家，我们店里之前有一个员工也是手冲玩家，然后他就是自己也很会研究，但是他的豆子就因为我们店没有现烘，所以他豆子是买店里现成的，但是他就是会冲给我们喝，所以有喝过一些不同的豆子。确实，我自己也不太喜欢喝酸，所以因为我觉得我味觉也是有点坏掉的那种。所以你也是比较喜欢喝偏苦一点那种吗？对，我比较喜欢喝苦的，可能我想要成为能吃苦的人了。好的，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现在已经成人了，耶！谢谢大家，好好做人，好好做人。所以你以前当宝箱的时候吃了很多苦是吗？也还好啦，但是上班是真的吃了很多苦，包含那个偷喝咖啡，蛮苦的，吃很多苦。好的，真的。我们店确实有遇到会喝 espresso 的，也是只有外国人以及那种看起来就 ABC 的，不然大多数人没爱喝。没错，感觉没有很凶的，稍微找一下，什么意思？选购咖啡送没事，我以为是买咖啡送朋友，我想说是想怎样？所以是服务人员非常的态度好是吗？你说买咖啡送朋友吗？没，是我断句问题吧？他是想要买咖啡去送给朋友，对，想选咖啡送给朋友。我以为是买咖啡送朋友，我想说这么好，太好了吧？就是那个我想要挑一支咖啡给我朋友。请问你朋友喜欢什么样的咖啡呢？我需要先有朋友。好难，好怪啊！哭了都。朋友哪里领？对，朋友哪里领？但确实会遇到那种客人，就是跑进来，然后就说想要跟你交朋友，就好怪，离我远一点。好害怕。会怕好正常哦，这家店怎么那么好？其实我看来了，一星评论。反正你应该要从就评论里面，然后点那个最低。直接点最低比较快，真的。从最低开始，应该会有这个排序。按错了。好好刺激啊！好，出现了。蛋糕柜里为什么
这个确实是有点，好啦，我可以理解人看到会不舒服啦。这个我觉得给1星合理。我们下一个，可是有时候店里会有小朋友这样我怎么教小孩？不愿意等就不要结账，这很简单明了，不是吗？这个有点凶，但是我觉得刚刚好，刚刚好。可是他感觉有点没他是不是有点没回到客人的问题啊？我不知道客人，因为客人有时候那个评论也是有剪接过，就是他少讲了一部分，但是单看评论的资讯的话，他问了要等多久，然后就直接说不愿意等就不要结，他好像没有回答到他要等多久这件事情。但这个状态就是你也不会知道这个客人预期他多少时间以内是可以接受的啊，对，所以其实你很难回答，这是第一件事。没错。我们之前真的有很夸张的，他就是那时候饮料也是多，然后那时候就已经有跟他说可能要等个半小时，他就说好。结果他等一等又没等可能10分钟多吧，他就很气，就一直没拿到饮料，然后他还想要整笔退掉，真的是脸皮有够厚的。就不知道在急什么。我不知道就是我会觉得，如果你想要跑来买咖啡的话，你应该是没有很赶时间吧？这可能真的要看是不是那种就上下班时间。是没错，是没错，或是那种早上必须喝一杯这样子。但我们以前店里面有一个很酷的客人，他早上会骑着他的欧多拜，然后步步步的到我们店门口，因为我们大概7点左右会开，原本啊。他等你们开门啊？这个原本我等一下再来补充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原本我们大概7点会开，然后他就会步步步，然后来等我们开门，然后他就会自己带一个3公升的保温壶，然后装一大壶的咖啡，然后他就回去上班。他是一个黑手，这样就是修车技师，很酷的一个大哥这样。然后大家知道，就附近有一些比较熟的客人知道他会抱一个3公升的壶子来买之后，就有客人突发奇想的寄放了一个大壶子在我们这边，然后说就是可以帮他泡好这样，然后如果他有时间他就来拿，或者是我们帮他送过去，因为他的店在后面，他就是一个店小二。然后我们店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别人的壶子，好有趣啊！然后早上就会在处理这些奇怪的很大壶的订单。这好，就是你们的开店流程就突然多了这一坨事情。对，就是大家开店都跟我们有关，大家开店的时候都要先来我们这边领超大一壶咖啡。没有你的咖啡，他们是开不了店的。对，超好笑的。哇！每天限领第一泡，确实。那个说原本早上7点会开的，后来发生什么事呢？后来就是有一个客人在那个 Google 评论的建议上面说，这间店开的时间很长，然后 Google 就好，我知道了，这间店会开很久，然后他把我们改成24小时营业，然后就一堆客人半夜打电话说，你们今天怎么没有开？然后我们老板就受不了，所以我们就变24小时营业。什么？你们老板也是蛮擅自改的哦。Google 接受了顾客的评论，然后擅自把我们营业时间改了。然后你们老板就配合 Google 这样子，配合客人这样子。改不回来。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已经跟 Google 申请说，我们是店家，本店，我们是这个账号的拥有店家，但是 Google 不给改，超奇怪的，好荒谬啊！超荒谬怎么这样子？然后后来是一直到我们老板换了一个店址，就换了一个 Google Map 的店，这件事情才解决，超好笑。所以是有解决，现在已经不是24小时开了。对得救了。可是超疯。可是你老板是怎么增加人力的就是原本没有排人的时间，他是怎么硬生出人的？他自己顾晚上的那一段呢，然后早上7点我再去接班，这样去接那个要帮一堆客人冲超大壶咖啡的班。那个是你的工作就对了。对。OK， 有趣。
超级神秘的 ，Google 真的是、Google 害人。没关系，最后有解决，那就好。什么 EMP 发作？那跟我无关吧？没有关系吧？不可能连这个都怪毛毛吧？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哭了都。等一下再讲我直播就没有啦，没有。喂，失礼，第一次联动就乱讲话。第一次联动这么顺利？不是我说的，真的假的？你联动也会被影响吗？对啊，我之前只要有联动，肯定会有小小 EMP 事件，例如说就是所有人的那个 V2 Studio 的模型都有载进来，就会有一个人载不进来，或者是我们玩游戏，我们曾经有一次最惊悚的是，一群人玩那个合作游戏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直接完成恐怖游戏耶！对，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想说，这个人怎么好像刚刚没有看到？然后还拉了我一把，然后想说哇，他人真好，很可怕。我记不得他是哪一个。然后走过去就跟其他人汇合，因为我走最慢。然后走，好不容易跟其他人汇合之后，点来点去，怎么多一个？好可怕，好可怕，超级恐怖！什么都市传说？救命哦！对，哇，反正就对啊，之前联动就会出状况。我们还有1个小时，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怕。秋叶风，嗨，你好，初见吗？初见安安。下午安安。对呀、哇，又1星啊！对哈，我们直接按最低，当然是1星，哈哈。对啊，我们从1星开始。哦，这个啊，不让累积会员点数，这有点重要这会。损害会员的权益，不行。对，这个是蛮严重的啊！我按到了，我按到他了，好，没事。那他有说就是动作很快很赶，虽然后面没有其他人在等。他可能因为有时候我们人比较少的时候，点餐的人他负责做，他可能点完就要马上去做饮料。对啊，我也这么觉得。蛮常有这种状况的。哦，但不好说是什么状况。我们那家店很刺激哦，就是反正我们最早的班跟最晚的班会只有2个人，然后其中一个是那个比较大的叫值班经理，反正之前有遇过一次是那时候他很急着需要去厕所，所以我自己一个人要 hold 住，但是我们又是有那个车道服务的店，所以我同时要帮车道点餐，同时要帮眼前的客人点餐。Oh shit， 很好玩。那很刺激，是真的很刺激。然后我就2个选择，一个是叫车道的人说你等我一下，然后另一个选择是像那个神经病一样，同时跟2个人是说话。我选择了后者，因为好像很好玩。好像很好玩，但不会怕就是 miss 东西之类吗？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我那时候精神还不错，可以挑战看看。miss 也不是我在喝，所以我觉得没关系。好恶毒哦，怎么这样？很健康的心理，不错吧？就是你知道，痛苦到一个程度，或是疯了的时候，你就好啦，豁达了，就这样了啦，就这样了。没问题。没错。感觉这间1星也很多态度问题。对呀，这个是真的很气。大家都很在乎态度是吗？我也觉得大家都很在乎。下面这个，你说下面这个吗？对啊。他写的好多，对。被店员跳针室告知7月1号活动才开始，可是他这边写16到07，对啊，6月16就开始。他是6月16，好神秘哦。所以是那个 app 跟店家收到的资讯不同的，这样是有点糟糕这个确实会让客人体验很差。这个要看看是谁的问题，感觉是店家方的问题，因为他说他们去另外一间分店说询问活动，但是只有这间挡住了，听起来很像是店家方的问题。对啊，到底是他自己不知，到底是这家店自己不知道，还是他截图没有截完整，所以我不确定。我们那间也是连锁的，然后我们有时候他的
类似的活动会写说，就是哪些分店不适用，但那个字很小，所以很多人都不看。但是因为那个是真的有写的，我们就可以说，真的有写哦。哇至少这个有写清楚，我觉得就还不错。对，但是没写清楚，那就是他真的要客诉啊，他可以客诉。是说这个好像不是连锁，这是你放进来的，对不对？哦，对啊，就是你想要介绍的。因为他评论实在是太好笑了。真的吗？也是低薪好笑吗？我们直接看低薪。不是，他有低薪的吗？你可以看看他没有，他好像几乎都5星哎。他根本没有1星哎，好强哦。可能评论数也没有到特别多吧，60多字，60多个，然后全部5星，其实蛮强的。有经营。哦，我记得还有几篇就是蛮好笑的。好，我们来看看，它里面是有咸食这样子的。不是，这咸食看起来有点台。对啊，很台很台我好想看他菜单哦。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有咸食？有菜单吗？听说店长很帅，真的是这样吗？没有人回答他。写的，好好笑。这是店长的朋友吧？这一定是店长的朋友吧？电脑版是没有菜单可以按哦，还是他没有？好吧，可能没有放，不是很确定。布条的标语有趣又显眼，好想看哦！反映了老板娘是一位风趣的人。红茶自取耶，红茶该不会是喝到饱吧？太香了吧！好酷哦！这就是那个吗？听说很帅的老板。不知道。对，不知道。不是看不出来。感觉刚刚好像也有人物出现，只是不知道是客人还是老板而已。哦，刚刚有人对，布条。等一下，刚刚那个是不是有布条？出现了。我怎么让大家都看得到呢？我发现我只截了那个，真是失策，我只截了看不到。好，谢谢，看到布条。还是我应该开大一点给大家看，不要那么小气。不要那么小气。老板他说什么？他这个可以移掉吗？不行哎。没有1星评价，但客人都会变消波块，谢喽，这很海鲜。哇，好棒，好棒！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样子。1星评价通通做成消波块。阿嬷说要挂红布条，生意才会好。原来如此。OK， 太棒了！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被做成消波。放 IG 原来是这样。这好像很有趣。维大利咖啡，有听阿嬷的话。笑鼠嗨。东泉拿铁。对，东泉拿铁。等一下，这是什么？这不能讲吧？我不要念啊。好酷哦，好酷！这是真的。我之前喝过新竹拿铁。用福源花生酱。我以为是贡丸呢。不是，贡丸好恐怖。我想说是怎样？要拿那个珍珠奶茶吸管吸得起来吗？不行。不行吧？我们之前有前辈用咖啡煮肉骨茶汤，然后也有用咖啡做那叫什么？用咖啡基底煮拉面。然后还有用咖啡用那个 espresso 当麻婆豆腐的酱听起来是会不错它会就是那个苦跟那个辣会产生一种很酷的回甘，感觉只是拿 espresso 加进咸食里，听起来是不会太糟。还有什么就是那个别人在吃汤圆的时候。然后大家可能都会用那种糖水或者什么花生牛奶当那个汤圆的汤底，然后我们老板直接拿去那个 espresso 机底下压 espresso，
然后就汤圆的馅很甜呐、啊，感觉很搭，感觉很搭。它就会对它会平衡回来，其实蛮不错的。不会吃到太甜的东西。感觉这种超甜，然后配那个超苦 espresso， 听起来就是都会很棒。我们店里之前也不是之前啦，我们之前的店里是有那个超甜的熔岩巧克力蛋糕的，然后有一个隐藏吃法，就是把 espresso 直接淋在那上面，听说很好吃。对啊，那个很甜的东西配咖啡是真的很赞哎。没错没错。吃甜食配咖啡，又让你胃食道逆流了吗？没关系，继续吃，反正不是我在逆流。喂，好坏，我怎么都这样乱讲话？完了，我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的。我好像其实也会，但我就很皮，我就没在管。我有变乖了，就是会注意一下吃东西的顺序，跟不要太晚吃的。因为如果太晚吃，你去睡觉的时候，那个胃食道逆流会侵蚀你的喉咙。就我之前有一次以为我是感冒，喉咙不太舒服，但它就是不舒服了好一阵子，我也没有流鼻涕，也没有咳嗽，怎样，就是不舒服，然后就去看耳鼻喉科，然后医生就，那你嘴巴张开，我看一下我喉咙是不是有发炎什么，他看了一下之后跟我说，你这是胃食道逆流啊。然后就被开药的，对，然后开药之后真的好很多，但就是晚上就是什么睡觉前4个小时都不要吃东西，然后睡觉前1-2个小时就尽量不要喝水，不然它就会把你的胃酸冲上来的。水也不行哦，就尽量不要，对啊，因为它还是会倒着流上来的啊，有点辛苦哎。但我还是吃甜食喝咖啡，没办法呀。我后来发现吃甜食跟喝咖啡其实不是让他最不舒服的那个点，就是你只要挑对时间吃就好。懂了。这个我真的没试过哎，这个真的会好喝吗？没试过。你说哪个啊？那个东泉调酒东泉咖啡之前好像也有人出过嘛，他是真的把它加到拿铁里面。对啊，它会，因为它会有一点辣甜的，它其实甜可能比较多啊，的确啦。然后调味调得好的话，它其实会蛮不错的，会有一种很酷的平衡感。可能咖啡也要调了。有趣，有机会再找找看。去找老板，去找拍的话就会好喝，但自己泡就不知道了，只好去跟老板偷 recipe 了。是偷蟹堡秘方这样子吗？没错。OK， 你要他在深海的，不是深海，是海线啦，但是是谁住在海线的？小波快离异性客人。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提拉米苏吗？对啊，你知道我最喜欢的甜点是什么吗？所以你是喜欢提拉米苏的是吗？没错，我喜欢提拉米苏。我觉得好吃的提拉米苏超赞。好吃的提拉米苏就它里面那个手指饼干，照理来说要泡过咖啡。对，我特别在意这一点。酒香这样。没错，有酒香的会我会更爱啦。对，真的。对，酒香很赞。这样讲很不友善，但是有一些廉价蛋糕店，它甚至没有手指饼干，它也不是用起司，它就是用鲜奶油上面撒可可粉就自称提拉米苏了，不行，强力谴责。强力谴责，不要欺骗我的感情。还有那个什么上面的那个巧克力粉这样子，对，那个粉就知道它的纯度有多高。没错，只有我欺骗我观众的感情，没有人欺骗我的感情，不行。尤其是用提拉米苏，这不能容忍。零容忍，真的。零容忍。对。控肉饭呢？他居然有卖控肉饭，大家是最后一天，那以后没有了。哇，没了，没有吃到过。
好吧？还是其实有吃到过。这我咖不知道。啡渣男是什么？是说我吗？只有我欺骗观众，没有人拿提拉米苏欺骗我。好渣好渣！但是要拿提拉米苏欺骗来给我吃的话，可以。他好像不能算骗。这边又提到维大利耶，他那个看起来真的好看，那建成很漂亮哎。好想喝喝看哦，可恶。对啊，好啦，我找机会看有没有机会去，就是在台中，对不对？他好像写说在火车站附近，好，有机印会。象中他在一个火车站附近。啊，我记得他有一则评论很好笑，说什么虽然他在，虽然这边不是海鲜的，我看看，什么意思？满满的海鲜名产消波块跟傣咖吗？这真的是消波块，好酷 ，bling bling 哎，少女消波块哎，少女。如果台中有魔法少女的话，她应该就是可以把敌人关进这种 bling bling 消波块里面啊，好赞哦！谢喽，好赞哎，真的啦，真的很赞。什么东西？老板不管，老板会管是什么？男友不管，老板会管，什么意思？对啊，什么意思？老板是真的超帅啊！这好快乐哦，害我都想去看看有多帅。怎么没看到刚刚说的那个啊？虽然不是海鲜，对啊，那则评论去哪里？他在说什么？虽然在山线是吗？哦，这则最上面第一行哦，真的耶。虽然丰原应该是山线，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超好笑，这个吐槽很深。对啊，他就短短一句耶，他后面都再也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但是超好笑，就真的哎，真的哎，哇！这是什么人生商谈咖啡厅吗？听说老板会抽塔罗牌，还真的能人生商谈，好酷哦，好酷哦！他最后这个感觉很 ChatGPT 耶。老板不是有回复吗？我记得老板会前面可能没有，但我觉得最后一段可能有。好好笑哦，很快乐哎。这老板的吐槽更好笑，比我们还好笑。就最喜欢这种老板会互动的。我们之前是连锁店，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去留言，好像有规定啊。我们好像总公司就是没有让店经理可以去回复。我超想乱回。所以连店经理都不行吗？我们是不行，或者他不想管。他们会统一给公司那边管吗？就是各个店家的那个 Google 的账号，还是各店家自己排那个地点？这个我就不确定，但我只知道的是，我们客诉只看那个就是公司的系统的，这真的打电话客诉才有差，所以一星评论没有人在乎。就算整家店都只有一星评论也没关系，没有人在乎，对，没有人在乎，上面不管。Okay. 但会打电话去反映的，应该是真的很气耶。对啊，而且对他们来说也蛮麻烦的，因为要填一点个人资料，非常需要被重视的客人。没错，所以你可以跟他赌啊，我觉得他不会那么认真去客诉啦，你就可以对他随便一点。哇塞！如果他真的很坏的话，我才会这样子想啊。学会了。我之前遇到让我很生气的哦，就是那时候也是店里饮料超级多，所以大家都在等，就等很久。然后他点的，我想一下怎么说，我想一下怎么跟大家讲比较好，就是我们有分不同豆子，然后我们那个豆子泡出来的 espresso 能不能用，是机器会自己检查，因为我们就是真的是猴子也能来打工，所以我们的机器会做很多事。我不知道算不算人工智慧，但是它就是有一些简单，也不是简单，就是可能没那么炫，但是它就有一些方法可以去判断。然后那他们机器会自己跑就对了。对，然后我们那个型号比较新，它是会判断那个 espresso 出来是好的或是坏的，坏的就不能用。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客人他挑的那只豆子是很容易按出来是不能用的，就是我们的机器泡那只豆子的时候很常失败。对，然后你不喜欢这只豆子，对，机器不喜欢这只豆子，然后那个客人就选了那只豆子，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我就重做很多次，然后他在那边等到很生气。所以那只豆子是一种
特别比较偏浅焙一点的吗？还是对对对，那只是浅焙，我不知道为什么。OK，我们那台机器好像，可以想象得到原因是什么了。真的哦，因为豆子要去做 espresso 的话，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像进那个 espresso 机，我们讲传统一点的好了。原本的 espresso 机是它用比较高压高温的蒸汽，然后去穿透那个粉饼。粉饼就是你把咖啡豆磨得很细很细的粉之后，然后压在那个 espresso 的手把上，然后再把它卡进机器嘛。然后他们之后就会用那个很高温的水，就是冲那个被压得密密实实的咖啡粉，然后穿过去之后，它就是萃取出来。那这个萃取出来，我们会怎么去评断它成功与否？大概就会有几个重点，一个是它的那个油花够不够多。对，这也要讲油花，因为豆子烘的时候它是会被逼一些油出来这样子。那这个在 espresso 里面特别重要，就是他们说的 crema。crema。对对对，在最上面那个嘛。对。那浅焙的豆子比较难有 crema 的部分，再加上它豆子的密度跟深焙是不太一样，所以变成说那个粉饼会穿透的过程会比较容易出状况，那就会比较容易翻车。原来如此。对，整体来说是这样啊，大概可以猜测，但就其实 espresso 还是中深焙一点的豆子比较容易做到的。的确。然后那时候反正就是我就习惯了，出于礼貌我就说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然后他就很凶的跟我说真的是等很久然后我就超生气的我就想说等很久怎么不找自己的问题，浅焙也是你要，毕竟客人不会懂这么后面的，对啊，那他们就会觉得说既然你们店家都开放可以选，那应该要就是已经要弄好 SOP， 应该都要能做吧。是没错啦，但我还是觉得他那样回真的是太靠腰了，真是让人蛮生气的。就我都对你表示那个有客气的这样子，干嘛这样凶我？没有啦，还是改手冲吧。这年头连机器都要看他脸色，这也没办法。有人就是想要喝 espresso， 对啊，或是他也没想那么多，他就是平常都点这个，但他今天就想说，试试看这个豆子好了，他也不会知道这么多细节，所以没办法。我前一阵子喝到一个还蛮酷的咖啡，它是把一点点的茶叶跟咖啡豆一起下去磨。然后不管是手冲还是 espresso， 我觉得都很棒，因为它会在比较浅焙的豆子的那种花果酸香里面叠一点点茶香。很酷的做法，但很不好操作，也是一个翻车率极高，非常需要去抓精准的那个比例的东西，就很酷。有点难想象那个味道，但是会想试试看。对，真的很特别。听说是某一间有自己在烘豆子的连锁品牌旗舰店出的，就是他们有几间比较大的店家，就有点像是会尝试一些比较特别菜单的店家这样，然后其中一间有出这个东西，才流行起来，蛮酷的。好，还是台湾还是有厉害的连锁店家，应该还是有啦。真的有，或是说厉害的地方不一样，有一些连锁店厉害的其实不是咖啡，比如说它厉害的是服务，或是食物啦。好像对啊，有些人就会特别夸食物的部分。对，就是确实厉害的地方不一样嘛，所以才能生存这样子。就像那个磨什么汉堡的是被被汉堡耽误的红茶店，对，但是真的很好喝，那是真的很好喝。这种的真的好多，或者什么被蛋挞耽误的，不是被汉堡耽误的蛋挞店。对，这一类的，被披萨耽误的炸鸡店，很多，没错。像我就觉得有一些，我就觉得之前那一家就是被咖啡耽误的幼儿园，每天哄客人这样子，把他们当小朋友，合理，超级合理，真是拿他没办法。
个真的只有蛋挞好吃哇！啊，这么凶吗？这么凶吗？啊，不是我说的，不要告我。希望有机会可以接到业配，谢谢。我们直接找最低。对，我们现在那个评论直接从那个排序最低开始，这样。耶！啊，这个断句，这个断句阅读障碍，动作有够慢，超会折，连2天来买。昨天晚上9点来，居然7早8早，印单桌上的东西都收拾好，等下班。可是如果都没人的话，先收好，等下班应该也没关系吧？都晚上9点了呢。晚上9点，对啊，9点到11点应该就不是那么 rush 的时间啊。他是不是自己晚下班，看到别人已经准备要下班，也就不爽？然后呢，早上7点多提早打来叫好了，然后到了还没，什么意思？从铜锣开到后龙的时间到了要拿，结果还没好啊。可是至少在我那边，早上7点就是最忙的时间。对啊，你要塞很多对前作业的东西。其实开店跟关店要做的事情其实蛮多的，没做过会不太好想象，但我现在已经懂了。对，真的，就没关系啊，不然这样好了啦，我们就晚上什么清洁都不要做啊，我们就所有的壶全部给你放过夜，你明天早上就是用昨天晚上用剩的壶，你敢用我就敢这样开，真的不会被你嫌慢的。怕饱，这没办法，对，好吧，这是没耐心的客人，也是蛮常见的。蛋糕很难吃，买了2次，可是第1次难吃，你干嘛还要买第2次？可是这也是咖啡店。真的，你来咖啡店要求他的蛋糕，可是这家是85度 C 耶，我印象中，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他卖蛋糕算卖的多是吗？对，他蛋糕品相很多，所以就我印象中，蛮多人去是要挑蛋糕的，咖啡反而是顺便。OK 啊，我是不知道。传说中那个拜金标准之一是吗？85度 C。之前不是对，真的。你也写个星巴克，写个85度 C 要确定哎，你就写一个没有买1送1的星巴克嘛，这样确实就是会，我觉得比85度 C 有东西讲啦。可是对啊，这也不到拜金吧？我觉得还好。你怎么不说那个为了喝一个咖啡就直接飞去日本喝蓝瓶子这样子？是蓝瓶子吗？还是叫好像是蓝瓶子？对啊。好，扯远了。他的全文好像没什么。动作无敌霹雳慢，好久没有听到人这样讲话了。无敌霹雳是吗？对啊，无敌霹雳慢听起来无敌霹雳老怎么会这样？这个也是一个那个态度问题对啊，大家很气的都是态度这个还直接记得几点就是一样会写日期跟时间。对，他是真的很希望被解决。那好吧，我觉得会留时间点是看得出来，真的蛮在意的。他真的伤心了，很在意。对啊，点什么？点慢熟奶茶，微糖微冰，然后得到了红茶。哇，是不是贴纸贴错？他贴纸看起来是对的，那就是做错了。平乳。好，他缺奶。好，原本没有想到我们，好，没关系，我们继续。我想想我们好像不会缺奶，我们店都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店根本就是在卖牛奶的，就是。好狂因为我们真的是客人，我想要怎么说比较好，就是我不知道别间店是怎样，但我们是客人，甚至可以要求他点美式，然后想要加一点鲜奶是可以的。慢熟奶还没到，他太慢了，他太慢熟了，真的，你下次很急的话，你要点那个快熟奶茶这样子。你先跟他混熟。原来是这样子，体验经济。体验经济。对，
打电话都不接，不是有时候很忙，根本就接不到哎。对，那个人家的工作是点餐做饮料，不是接电话，很难哎。我们之前店里有外送机，也是会忙起来的时候也是没办法去按那个外送，然后就好好笑这个。店员脸很臭，来消费看你心情好不好，是有欠你钱吗？这样子店员是不是也有说我来工作好看你心情好不好，我有欠你钱吗？对，我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有的客人不知道在气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关我屁事哦，好好笑。然后我就会也一起生气，这样子大家都受伤，太棒了。对，我是咖啡店工读生，不是接线生。这超好笑，谁啦？这小朋友，这个真的 OK。你大老远跑来留一个1星评论，就因为你朋友说难吃，你怎么不叫他自己留啊？我就问你，是不是那个你朋友？对啊，好想回哦。真的，我常常觉得 Google 评论都不能乱回别人讯息，很可惜，不然我会照三餐回这种我觉得很好笑的。你别说已读乱回。对，这样一定很好玩。啊，订个蛋糕订到生气哦，直接挂哦，我不知道我觉得不接好像还好，但直接挂是我的话，我不会这样做。我感觉这就是 EMP 吗？这就是 EMP 吗？发生了耶！今天请这个来宾来没有白请等一下哦，我传讯息联络一下哦。耶，达成成就，真的好好玩哦。我们看他等一下什么时候有办法回来，对吧？我的网络没问题。好，那现在就是在等待的同时，我继续来看怎么会这样？这就是真正的 EMP 啊！其实今天的那个直播主题是 EMP Speed Run 啦，今天成绩是1小时23分，还可以，好像没有算很快。好，我现在继续看啊。11月会开天窗是什么意思？11月会开天窗，4个月前确实是11月。为什么他在85度 C 的平均每人消费金额可以买到超过2000呢？他是去订了很多蛋糕吗？瑟西恩，我居然还没发扳手给你，真是失敬。那个你还好吗？那个听说 EMP 的被动效果发动了。麒麟鹿嗨，你好，午安。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现在只有我，因为我的来宾 EMP 发作不见了。那个，我们现在在看那个咖啡店的OK 票，不是我标题有写啊，没事。那个是不是自己打的？我觉得有可能看起来很像准备要离职的人自己写，警告大家要开天窗了。有这个感觉，非常有可能。Hello 瑟西恩，开个天窗要2000吗？好，我回一下瑟西恩的讯息。他连 DC 都动不了怎么会这样？不可能吧？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瑟西恩现在有开着台吗？不然我打个字好了。我想一下。那怎么办？那有缘连回来，我们就继续联动。是这样子吗？有缘连回来，我们就继续联动。不是他刚刚有出现呢。有缘连回来，我们就继续联动。在那之前，我先唱独角戏哈。好，
先唱独角戏。OK， 好，这个成就解锁，真有趣。好，我们继续。我发现我准备的有点太多了，也许我们根本就看不完。但是希望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其实有自己先偷看，然后我自己有看到非常好笑的。对，我有非常好笑，很想跟你们分享。希望我们等一下有機會看得到。鬼轉歌回嗎？沒有，但是下禮拜會開歌回哦。直接重開機嗎？天哪！歌回下禮拜2會開，你們看周表就會知道了。對，到時候會跟你們說。我坐過來一點好了。啊，這個還有毛毛喝一半的。我們希望他在我關下播之前來得及回來。雞腿、雞皮都是毛，大家看得到嗎？因為我放大的話位置會跑掉，我就不放大了。但他的那個，你發推了嗎？好，這個要剪精華啦。那個難得可以見證 EMP 的時刻，這個得剪精華吧？第一次請來賓來 EMP 就上手，不錯不錯不錯。啊，好想跟毛毛玩看多人联动哦，好想体验看看那个传说中的玩那个多人合作游戏，玩一玩突然多一个人，好想试试看，真的好想试试看。跟自己买鸡腿一样懒得拔那么干净吗？可是要卖客人的话不行不行哦，伊里说那个 REPO 该吗？该吗？该吗？林鸭还在聊天室 ，OK， 好，没事，我们等你回来，挑战看看能不能回来。好，哇，让人震惊的不加餐点品质，这鸡是还没死透是不是？他等一下就起来咯咯2声这样子，然后把你的生菜吃掉，礼物欢迎！平常都躲起来偷偷看，今天有出声音啊？是因为有咖啡吗？原来多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绿茶老师从我家衣橱跳出来，原来是这样子，那我就放心了。那你等一下想喝什么饮料？你跟我讲，我等一下送去衣橱给你，好不好？你直接讲，电2下就会开始活动嘛？你是说出道这样子？这个鸡就是升到你电它2下，它就会直接 VTuber 出道，开始活动。绿茶当然喝绿茶吗？不一定啊，说不定那个其实是伊藤红茶老师，或是伊藤开喜乌龙茶老师。对，毛毛咖啡还没喝完就被迫离席了。而且我帮你顾，我一定不会加奇怪的东西，不要紧张。营养不良的生菜。红茶土都丢在红茶那边是吗？好，营养不良的生菜，我觉得营养不良的生菜看起来有点像是冰太久他说的营养不良应该是那种冰太久，然后水分流失吧。它看起来是真的蛮小片的。店家是不是在说客人你毛怎么这么多，跟那个鸡一样多，所以给你一堆毛是不是？对，你毛很多嘛，让你吃毛鸡。这个有趣。买1送1的活动，但燕麦拿铁感受到只加一点点的燕麦。它的燕麦拿铁是拿铁加燕麦吗？因为就我的认知，其实我想一下怎么说，就有一些那个手摇杯店啊，它如果卖那个燕麦奶茶，它可能是奶茶，然后加了燕麦，对。可是就我认知的燕麦拿铁，它不是正常的拿铁加燕麦，它是燕麦奶。对，就像阿密说的，它是燕麦奶取代了牛奶这样子。所以，对这个客人是不是不知道什么叫燕麦拿铁？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啦，也说不定也不能怪他，但是对他应该对，大家认知跟我一样哈。那可能就客人要检讨了。就是当很多人都觉得是这样的时候，那不知道的人可能就要更新一下。对啊，燕麦颗粒有啊，有一些饮料店会有加
燕麦进去，变成像加料加珍珠那样子加燕麦进去的，那个是有的。可是燕麦拿铁是燕麦奶，这个客人可能搞不清楚。去咖啡店点甜粥吗？之前我真的遇过客人来点珍珠奶茶，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很明显是咖啡店，我们非常明显是咖啡店。但是就有客人走进来说，你们有珍珠奶茶吗？我说，我们没有珍珠然后他就走了。好的，很高兴为您服务，但没有那么高兴。好，喝了3年的庄园拿铁，那也是喝蛮久的。你3年喝不完一杯啊？好啦，不是啦，不对，怎么突然在凶？什么意思？没有珍珠，但可能会有珍珠啊？什么意思？你是说那个我们店里的点心的猪肉是真正的猪肉这样子吗？那倒是，不算 OK 吗？就还好啦，他只是搞不清楚状况，但他态度是没有不好，所以 OK。哇，阿静的这个也很有趣很明显是馒头店，但是来点肉圆是怎样？会，就真的会有，我们也会有来点。我想一下真奶真的是最扯的，好像没有遇过比真奶更扯的，但是是有来点果汁的啦。对就没有啊。我们店里没有珍珠，但是有真的猪啦，现在有一只啦，在我面前这样子，不行，这个一定会被客诉，这个我就不敢了，这个是人身攻击啦，有点太过分了，这个就算了。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好来宾，好像快回来了啊！我先再打给他。好，我们给他一点时间。怎么了？嗨，声音出现了，我看到你打开 VTube Studio， 我想说你是不是等一下就会回来？我先打给你。哦，好我们现在只闻其声啊，不见人影啊，不见猫影哭对，不见猫影，失敬。不能这样子说，一就一耶。真的是伊人啊，不对，伊猫是这样讲吗？是可以这样乱讲的吗？来不及了，已经乱讲了。真的很一。哇，发疯。好，我一样分享我的那个。而且最好笑的是，刚刚那个或者才说，可是那个 DC 好像没有断的那个瞬间，然后它就断了。对，就是好突然，非常突然，唐突。没事，有那个叫什么，有回来就好，猫来就好。太好了，你可以回来继续喝你那杯，还没喝完。真的。欢迎回来。喝杯咖啡压压惊。对，这比那个翻倒在键盘上的咖啡还要提神。你说 EMP 的咖啡特别提神吗？真的耶。没错，让我觉得睡不着觉的时候，或者我心悸的时候，马上喝个咖啡。会变星际宝贝吗？会。其实我还好啦，我很少在心悸的。但是我之前打工的时候，真的会有点喝太多，真的会不太舒服。你的喝太多大概是多少啊？想一下因为我喝的这个虽然不能讲，但是讲过很多次，就是有做错的我会偷偷把它喝掉，然后我就直接算里面喝到多少份 espresso 好了。一天比较多的话，喝大概5-6份吧，所以其实也还好，因为是分散在长时间的，是一整天的班。但是 espresso 的咖啡因量就很高那往好处想，我现在还活着嘛，那没事。真的。训练了。等一定年纪之后就会心悸，这还不好说。像我就是心跳越来越慢。也会这样子吗？会啊。那是代表心肺功能好吗？比较慢。没有我之前有就是每年检查的时候有被问说，你是有在做那种比较长时间运动吗？像长跑或长泳那种。然后我说我没有。他说可是你的心跳很慢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对，我也是有听说。
这种运动健将心跳会比较慢。嗯，可能因为它单但我不是次可以打出去的那个血量很多吧？好像是吧？说心脏比较大颗，比较确实，好像确实，比较怕喝到咖啡因成瘾，不喝会手抖啊。那个不用怕，我已经，每天不喝咖啡就没办法做事。哦，原来是这样。嗯，心跳越慢好像比较好，没有，不能太慢，因为我之前有被挂那个心率检测仪，然后他们说心跳真的有点太慢。哦，我大概就是会掉到40以下，所以40太慢了吧？对啊，所以他们才会说就是会有危险啦。光听就有一点就血压跟心率太低都不行，都不好。对，听起来有点可怕。然后那个血液送不过去，就会算是一种中风，不是只有堵住算是中风，是你只要打得太慢过不去，也是一种中风。哦，这个我没听过，但是非常合理。有低血压型的中风，就是因为他血液送不过去啊，压力不够这样。对，该到的血没有到这样子。对啊。但这种比较难，因为像高血压，你还有办法吃一些药把它控制下来，但低血压比较没有相关的药物，所以就更麻烦一点。原来如此。对啊，我这边我现在看不到我的滑鼠了，耶！什么意思？我才刚回来。没有啦，这是我自己本来就会有的问题，这应该不是毛毛的问题。这应该不是你的问题。模糊猫咪。等一下，我真的看不到滑鼠，这样我根本没办法看评论欸。但它有就是出现那个框框，好好笑。没事，解决了。好，滑鼠，恭喜回来。这是猫抓老鼠游戏，没事，非常合理。不是，没，不要这个是我本来就会有的，真的不怪猫猫。毛毛的乖乖是不是过期？我才刚换一批，最好是会过期。你跟不是你毛毛跟乖乖放一起不会湮灭或是抵消这样子吗？不会啊，我有就是超巨大特大号乖乖，好像没有到特大号啦，但就是那个乖乖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包装，叫很大包。哦，有没有可能？电脑旁边要放5包？有没有可能毛毛跟乖乖联名？这算不算一种矛盾大对决？之前有那个 fan art， 有人把我画成乖乖。你说乖乖的那只吉祥物吗？对啊，好赞哦！画成那个超好笑，好赞哦！梦幻联动，双厨。我觉得我的乖乖的定期可能半年换一轮啊！你的耗损率特别高，压不住，好可怕，真的。哇！去冰无糖的拿铁，冰块给了快半杯，这不行哦。哈，这太多了。对。可是它去冰去冰的话就根本不该出现冰要看啊，有的人的去冰就是他把热的倒进去之后，冰块会融化的那个等级就会叫去冰。哦，也是。可是我们家的拿铁都是热的 espresso 加冰牛奶。对。哦，懂了。所以我们的去冰是不可能有冰。这是一种很聪明的方法。对啊，风味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一样，对。会不一样，肯定会不一样。对。其实温度还蛮影响咖啡的口感对，而且有蒸过的奶也不一样。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同一支咖啡，然后我们把同一壶咖啡冲出来的咖啡倒在不一样的杯子里面，喝起来就不一样，因为每个杯子的材质的降温曲线不一样。哦，这很好玩，这超好玩的。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试试看。你只要有就是杯子啊、碗啊之类，你就每个都倒一点，然后喝喝看这样。好认真哦，
好酷哦！对，然后就可以挑出你觉得哪一个最好喝。对，我们会去试这一支咖啡在哪个温度的时候，在哪个杯子里面装是最好喝的。好用心哦，不愧是精品路线哎，很扯哎，很扯哎。他们之前还曾经想要把咖啡就是分流出它的气味分子这样，但后来没有做。我真的觉得很疯，这个好疯。下次就我是不是那天有跟你说他们很疯，跑去那个产啊？有，这可以讲吗？应该可以吧，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我们咖啡店自烘店家的话，有的人会直接跟进口商买进口的豆子，就是生的豆子，还没有煮熟、没有烤熟这样。然后你买生的豆子回来自己烘，这是一种。那更疯一点点的人，就会直接飞去产地找工厂买更上游的咖啡豆。那你可能可以挑到品质更好、跟更接近你想要的状态的豆子，然后价格也可能可以更低，因为不用过进口商的那一手。然后那时候我的老板就跑去，他揪了一团一样很疯的咖啡店的老板，然后他们整团的人跑去非洲找豆子，但那时候的非洲在内战，所以呢，他们在当地就是下飞机之后，第一件事情要去找佣兵，就要雇佣兵送他们进产区，然后就雇了2吉普车的佣兵，然后在那个山路上遇到那个山土匪，跟他们飞车追逐枪战。真的有交战。然后此时此刻的咖啡店老板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车上吃秀欢杯。他就说当地的玉米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作物，所以蛮好吃的。然后我就说，不是你们倒是给我注意一下枪战的部分啊。完全可以画成漫画，或是拍成电影耶，超酷的。很疯，很酷，真的很酷。他们说在当地喝到的咖啡会是完全不一样，跟我们平常喝到的咖啡不一样，因为在当地产区的人就是他们没有那么有钱，然后采下来好的咖啡豆都会被送去工厂嘛，他们就会留一些品质没那么好的咖啡豆，然后在那个壶子里面随便倒一倒，然后就放到铁板上面去让它烤。然后那个烤的方式就是真的是随便烤，所以那个豆子只要有一点点焦焦的或看起来熟了，他们就觉得可以用，所以他们也没有在管这个豆子熟的程度多少，然后就一样再把它倒一倒，然后再放进壶子里面，然后就把壶子倒水，直接插在火堆上面，等到那个壶子冒泡泡的时候，那个壶子是一种细细长长的陶做的壶子吧，然后有个小小的嘴。那个嘴只要看冒泡泡，表示里面的水滚了这样，然后就可以喝。他们说超难喝，很轻，很深。不是讲了非常多听起来很厉害的描述，然后最后就超难喝。对，超难喝。我本来期待有什么非常特殊的风味。他们那时候去还带了很多那个当地的那个胡子回来，可能那胡子的陶太薄了，然后回来破了一半吧。哈，蛮可惜的，但我们要努力把它拼回去啊，因为它其实还算可以拼这样，对，好酷哦，蛮酷的。哎，至少还有一半有留下来，没事。对，还有一半有留下来，但产区的咖啡真的很难喝。哇哦，就好东西都卖到外面去了。对，没办法按卡一些好的，没办法，很难，没办法，因为他们是工厂雇佣的工人这样，对啊。好吧。他们就去看产地。这是大冒险哎，这个真的是感觉人生没有白活。对，还蛮疯的。对，很酷，很酷。这是那个图片诈骗，图片诈欺。可是那图片真的都会拍得很好看哎。而且他居然相信Foodpanda的。对啊，而且他这个一个45，那个Foodpanda一定有加钱，这是一定。哇，点了一杯英式红茶拿铁，喝起来很水，没有奶味，也没有红茶味，好难过哦。对啊，哇，这个好像都蛮正常的。喝奶味比较多的，还是喜欢喝茶味比较多的？你要问大家吗？还是问我？
茶的话，对啊，大家都会。那你呢？你喜欢喝茶味比较重的？我喜欢喝茶味比较重的。哦，不然我就会直接喝牛奶。会耶，好像很凶。我觉得好像也要看啦，但是可能因为我那个吧，咖啡因成瘾是蛮严重的啦，所以我会喜欢咖啡浓的以及茶浓的。哦，那你知道咖啡因可以搭止痛药用吗？啊，对啊，我每次头痛我就马上喝咖啡，没有在吃药的。确实，因为咖啡因可以直接达到某种止痛，然后如果你加止痛药的话，还有加成效果。啊，不是不能一起用吗？可以啊。啊，是哦。你知道那个普拿疼不是有加强定吗？啊，直接加咖啡因了。对，它就是咖啡因是它的辅助剂。这个应该问药师最容易了。他们说这是药师朋友告诉我说，这是他们教科书的那个内容。就是银白还在吗？银白啊，没有。直接 Q。前面出现过，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对，银白好像有说这礼拜还下礼拜他会开止痛药相关的啊，到时候去问，好像可以哦。我有印象他会开，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家留到那时候去问他好了。没错。咖啡因加强定。哦，因为我那个咖啡因成瘾。就是有些人咖啡因戒断会有一个症状是头痛，然后每次头痛的时候我就没办法判断我是单纯头痛还是我只是在戒断，所以算了，先喝咖啡再说。我之前是有一段时间不能吃止痛药，就我没有可以吃的止痛药，所以那个医生就跟我说，那你就喝红茶或咖啡吧，大量灌水。就我那个时期大概一天要喝3公升左右的红茶或者是咖啡。不就刚好客人寄放的那个壶3公升。我有我自己的壶这样。对，是至少那很多，那真的要喝很多水对啊，但就是为了压那个疼痛的。我那时候好像也是因为头痛，但我是头痛到没办法站起来啊，那很可怕。然后不明原因这样，然后就被抓进去做了各种检查。然后检查的结论是没有可以吃的止痛药，你去喝咖啡好了。没有，那个是跟我体质有关，所以进去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有一些，我那时候就是能吃的止痛药他们没有，然后我就没有能吃的止痛药，所以只好喝红茶跟咖啡。原来。而且红茶的咖啡因比咖啡的咖啡因还要重，所以后来都喝红茶。是这样子哦。我跟你说，红茶跟可乐的咖啡因会比浅焙咖啡还要多很多。浅焙咖啡 ，OK。对，大概中浅焙以上的，就是中焙以上的，都那个咖啡因才会比较重。原来。对，那你这样，那之后会不会有戒断症状？没有而且我是喝咖啡跟喝茶会想睡觉那种。是有听过。对啊，我会茶醉。我还知道有吃糖也会醉的。但我没有吃糖会醉，我就是可能咖啡因比较让我放松。有趣。我好像都不会。那叫什么咖啡厅电猫身体这样。就是天生适合做电猫的体质这样子。对啊，天生适合一直喝咖啡，然后喝了就可以睡了，非常符合猫该做的事。对，不是睡就是在喝。对，不愧是猫。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不行，我有一个真的很想给大家看的，但我忘记是在哪一间了。你要赶快找他。对啊，不行，我一定要先给大家看完那个，但之前我们不能看别的。它很重要。你知道我要讲哪个？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先截给你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先截。应该是没有。感觉下一次你可能要有一个先就是一定要讲的 list。对，一定要讲的先把它截出来，然后先把它放一个。好笑。对啊。可恶啊！好。你是不是只截了截图，但没有截链接？我没有截到它是哪一间店，应该是这样子。对，好酷。对，那时候就想说，
那时候就想说，我一定要记得。让我看看，不对啊！刚在 EMP 的时候应该学一学。对，好。那时候太紧急了，没有想到。而且我是真的没有心理准备，没有想到就这样就突然就发生了耶！我原本以为每次都很突然。我以为只是讲讲，可恶！我也希望只是讲。好吧。可恶！我居然没截到是哪一间店呢？完蛋了！想到最好笑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个 hashtag， 专门他们放那个各种 EMP 事迹，还有这样子的，这个 hashtag 的发文量实在是有点多到有点，你会伤心吗？还是其实你已经习惯了？我蛮习惯的。我直接打关键字来找了，有个客人直接当那个作文在写。真的，而且他文笔蛮好的。对，他写了很长一串呢。他用了非常酷的用词。对，他用了很特别的用词。没错。哇，你用 keyword 来找是吗？对啊，我直接用 keyword 来找啊，不然我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但他甚至不是给1星他其实给了2星。这词太少用了，所以确实可以直接用关键词来找了。对，你看到的时候你还会想一下，那种什么，不像那种什么态度差或者什么这种很常见的东西。对，你还要想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可能要想一下才明白他在骂什么的。哦，好绝望哦！失算。想到之前就是因为看到这个 keywords， 我突然想到，我们店里面那时候不小心被改成24小时营业之后，就会有一些深夜时段才出现的客人。然后这些客人就会发现，哦，这边有一个可以做比较久，然后又会深夜的时候出现的店家，都蛮开心的，就是久而久之就有了一些常客这样。那通常都会是固定的客人这样。然后有一天就来了一个，很显然他就是只是要找一间店坐，有个位置这样子的人，就蛮特别的一个新客人。然后看起来就是穿着西装，戴着金项链，然后满脸横肉，还有刀疤的一个大哥。然后就问说：“哎，有没有那个比较大一点点的，像包厢之类的空间？”这样，他们想说：“为什么需要这种空间？”但因为我们2楼确实有个包厢，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哎，那这样子的空间够不够大？这样我可以开给你们这样。”他就：“哦，好，可以，因为麻烦你们了。”这样，他就很客气，非常客气。然后我们就开了这个包厢给他们，然后就陆续来了一群都是穿黑西装，然后花衬衫，然后戴金项链，然后刺龙刺凤的大哥。你在瞧事情哦？对，就是2方来瞧事情的，然后他们就在楼上瞧事情这样。然后时不时就会拿空壶直下来跟我们再点一杯这样，再点一壶。他们有在，然后很客气，那个对他很怕点不到低消，然后说：“哎，这样子点是够的吗？哎，那可以麻烦你们再给我1壶水吗？”然后很客气。然后他们这群人要走的时候，还帮我们把就是桌子啊什么都收好，然后咖啡杯也收好了。哎，很赞。然后一路鞠躬的出去，哇，超级可爱。我们店之前也有遇过，也是大哥，也真的都很有礼貌哎。好像真的，其实那个叫什么下灰狼，就是其实通常大部分是蛮有礼貌的。对，真的。对，只有那种小混混，就是他其实也可能没办法进入那种体制的，那种才会比较没礼貌。好像有这个说法，我也不知道。就那种比较猴子的八加九的那种。对，那个就不是大尾。对。然后我刚刚突然发现一件事啊，就是虽然我找不到啦，
但是我有截图给你，是不是代表我可以把它下载下来直接放出来？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对耶，其实可以这样子嘛，这个真的很好笑。这样你就不用慢慢捞了。好笨哦，现在才想到。最大的缺点是厕所没有定时清洁，垃圾桶满了不清，洗手台被OK倒的都是饮料也不清，然后户外座位区地上满是木猴而冠的无产阶级乱丢的垃圾。不是无产阶级怎么了吗？我也是无产阶级啊！你为什么要骂我是猴子？我以为宝箱怪财产都在肚子里。就是，我也只有肚子里的这点墨水了啦，就是身外之物什么的没有啊，钱是身外之物嘛，所以没有钱非常合理。确实，没错。所以是那个陷阱宝箱怪。对，就是如果性转就会变陷阱妹这样。哦，好香。很香吗？不是挺香的吗？陷阱妹不就是因为香所以补打一下，超好笑。对，我的坏习惯这样子。不会，觉得这个习惯很棒。谢谢。那我们期待有人帮我画一下陷阱妹陈火蛇，赞的吧？赞的。对啊。因为我觉得木猴耳冠真的不是一个常用的词。对，他甚至我从来不记得我这辈子有使用过这个词，应该是没有。似乎不适用在这，我觉得不会到不行啊，因为他说，满是木猴耳冠无产阶级乱丢的垃圾。对，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些人呢，其实是猴子啦，然后洗干净了就穿个衣服，就以为自己是人了。没错，就很凶，就不知道在凶什么。不是超级爱干嘛啊？无产阶级不行哦，有钱了不起。虚有表象不错，对，我觉得蛮适合的。其实他说的没错，对啊，大家比较口语都讲说啊，那就猴子，其实一样意思啦，根本就一样意思。没错。好，你还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评论吗？好像前几天看到的那个是什么？我爬一下。电话号码给错，打了半天，结果说电话号码是错的。啊，对啊，这个不用看，这种讲就够好笑了。超荒谬，就是所以你最后到底是打到哪里去？我也超好奇。对啊，等一下啊，对，他是说给的电话号码是错的吗？对 ，Google Map 上的电话号码是错的。哎呦，是拍。会不会是又有客人在那边乱改？我觉得自从你说了会有客人把营业时间改成24小时，还有那个老板自己做的水饺很新鲜，超好吃的100分。然后我就想说，这边不是咖啡店？对啊，为什么？那间咖啡店的专卖就是他们的那个叫什么菜单特色是猪油拌超好笑。然后结果评论说是水饺，超好笑啊！对，优秀的是水饺，可是你不是叫咖啡店吗？已购买，孩子爱吃。拍耶！我之前这是刚刚看的海鲜咖啡店的老板吗？没错，它上面写了海鲜咖啡，你有看到吗？它名字后面啊，对，我看得懂英文，我都忘了。哇！我之前有听过别人跟我说，蜡笔小新里面曾经有一集，就是有一个老板他开咖啡店，然后结果大家都去点咖喱饭。好像是会发生啦，好像是会发生。我没有看过那一集，但那一集超好笑。他们跟我说，开咖啡店的人一定要看过这一集。我们店也是哦，我们店来的客人都在给我点抹茶，我就想说，我们是咖啡店耶。
好好笑。准备烘豆，好的。哇，老板呢？你好，你好，这真是我的荣幸。这个，嗨，老板，下午安。我们刚刚有看老板的评论，大家都很喜欢你们耶，大家都说老板很帅。虽然丰原是3线，不过这一点都不重要。对，那个最好笑，超好笑。对，希望有机会可以去。超级经典。为什么会？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问呢？为什么会想要开在丰原，但是取名叫海鲜咖啡厅？评论都乱源啊！至少他们是给5星啊，至少不是1星，然后还是蓝乱的。刚刚有看到一个那个看完了85度 C 的，然后1星，然后说我朋友说你们的蛋糕很难吃，那个就是来乱的。还把朋友全名打出来，对，超过分！你倒是自己来留言。还有那个啊，我给了6颗星，就是多出来那个。对，那个也是很凶哎，很凶哎。我觉得今天看到评论还蛮精彩的。哎，老板回答了，因为老板是海线人。他是海线人，跑去3线的地盘开了咖啡店。刚刚我们在说，哇，这个店家全部都是5星好评哎，然后就有观众说，因为没有给5星的都变小波块，真的耶。而且那个观众还有不是观众，那个客人还有拍到店里有 bling bling 的消波块，好像说是客人的，对，不知道老板会不会变成魔法少女。如果台中有都市魔法少女的话，那她的绝招是把敌人变成不灵不灵小波块，超梦幻有没有？还可以叠起来。我们期待那个没有5星的都去顾海了，不要讲出来。好的，这样很恐怖呢。我知道，那个5星的就是可以保留5根手指走出店里，然后4星就4根这样子，以此类推。还是一直喂，我完蛋了！那个老板要沿着网路线来处理我了，我要多说好话。防御型魔法，这样子吗？真的是顾海这样子。确实，你要说的话，消波块是一种防止海岸线被侵蚀的做法啦。确实啦，是一种防护装置啦。你们知道现在全世界有11种不同形状跟使用用途的消波块吗？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谢谢。我现在得到了不知道为什么要知道的知识。在我们研究是有奇怪的知识，用奇怪的姿势进入你的脑子里面都是正常的啊。好，看看今天大家都被几个奇怪的知识给入侵了。太棒了，非常欢迎。手指饼干是这样子吗？原来店里的提拉米苏是这样子吗？天哪！难怪提拉米苏爱好者，完了，更爱了，好疯哦！对啊，好疯哦，怎么办？我们直接那个叫什么风评被害哎，不行哎，不可以这样子哎，这样不行，这样真的不行。有机会我务必要去捧场一下，然后希望老板不要认出我来，然后把我变小波块，谢谢。不然就从顾迷宫变成顾海岸线。不行，我会水土不服。感觉是。对啊，我是需要那个迷宫里面就是吃点那个探险者剩下来的钱，可是海边的话应该是捡不到，只有垃圾跟瓶盖可以捡。好难哦，顾龙宫。顾龙宫真的哇，好凉，海底都是鱼。不要这样。好，我们好像快乐的时光也过得差不多了。
真的耶。那你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想宣传的事情吗？真是不知不觉啊，有啦，我们4月份会是毛毛的2周年，有一些活动，还有转盘大逃杀，欢迎大家来玩。而且我们还有那个新衣装预测中，这样那个新山色的部分。转盘大逃杀是哦，我们的转盘是这样子玩的，就是大家可以绿界斗内，然后把自己放进转盘里面，然后都一份就是一个机会这样子。大家放上转盘之后，转到了就会被倒掉了，然后杀到最后一个留下来的，它就是最大奖这样。哦，会有奖品啊？对，就是可能杀到最后存活的可能10个人就会有越来越大的奖这样子。你只要能活到最后一个，你奖就是最大的。这个好刺激，好刺激。对，我们转盘都是这样玩的，我们不是抽到谁就中奖，不是，我们是慢慢从后面砍的这样。好刺激。对啊，很好玩。但是转盘的东西就会是周年套组买不到的东西，所以比较特别一点，就只有转盘上才会有，所以转盘大逃杀特别好玩。好，请大家一定要想玩的一定要去关注，随时对，大家可以来玩，保证刺激的。好如果过几天我没开台的话，老板说话了哈。如果过几天我没开台的话，去大甲溪找我，谢谢。你们就可以去大甲溪寻宝啊！如果找到一个绿绿的宝箱，就是我，谢谢大家。好的，太好了。好的，这个就交给大家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好耶！感谢大家今天来陪我们吐槽跟评论，跟那个得罪老板这样子，还要补充很多奇怪的咖啡冷知识，还有那个体验一下 EMP 这样子。真的好没有白来了，没有白来啊！我原本还想说，哇，今天的联动开起来挺顺利的，应该没有问题吧？然后跟 EMP 了。我不一样，我是想说，对耶，就是刚刚提到之前我们都没想到，但突然提到，就是说那个联动的时候会 EMP， 我就对耶，那我怎么好像应该也要体验一下了体验到了。我这没有联动可以逃过 EMP 的。好玩，谢谢，非常好玩。原本以为要能破蛋了，结果居然没有。这个不要打破也不错啊，个人特色好的，被迫的，好像也没有到被迫啦，但就很唐突。对，就是要唐突才有那个感觉。这是一种那个吸引力法则嘛，宝箱怪想体验的想一想，然后就体验到了，好赚。对，赚烂了。的确，有想就有，太棒了吧！太棒了！我也希望我想一想，就是可不可以有谁抖个300万来呢？对，我比较想要这个。听起来很不错。那个没关系，那个再睡一下，等一下再醒。那你接下来要拉那个拜拜线之类吗？我好像没有很严格在想这件事情，我就是看到有谁就讲一下。然后我们就依循传统，看到就讲一下吧。好啊。首先是我们那个可能会把我丢进大甲溪的拍老板，再见。拍老板，拜拜。拜拜。阿密拜拜，伊藤绿茶拜拜。我们等一下衣柜见了，然后伊里拜拜。K82031拜拜。还有人要说拜拜的吗？山葵冰角拜拜。拜拜。谢谢大家。他说：“哎呦，这次不唐突了，因为我上次那个关台非常唐突，我就说，还是我们就唐突的来关台吧。然后就请，对，然后我还那个小声的跟来宾说，你可以帮我问一下有多唐突吗？他就有多唐突，就是这么唐突，然后就关掉了。好白痴我们之前有一次说开台直到 EMP 为止，然后就 EMP， 反正一开就。”好了，至少没有变耐久啊，不然也是蛮累的。10分钟吧，好像。好刺激，那怎么办？你就真的就关了？对啊，就关掉了。好刺激，好刺激。
讲到一半就断。哦，真的哦，我以为我时间控制的很好，那看来还好，没有那么好。好吧，还是大家其实喜欢这种唐突关台的感觉。说不定他们蛮喜欢的，那就是不是该无法预期的刺激感？哇，听起来好，我不是很想这样讲，但是听起来好色哦。好，整句没讲完，超好笑。好的，真的，我以为我讲完呢，因为我是讲完才按停止串流的，好吧？那我知道，我们只要一直在这样闲聊，然后我再偷偷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按下去，就真的会变唐突收尾，好像也蛮好玩的嘛。反正大家喜欢这样玩嘛，是不是？看来你的观众都有这种属性。我的观众都怪怪的啊。我们才读完那个顾客评论，现在来评论顾客。现在来评论那个啊，我知道，应该请大家评论火蛇的直播，那我就可以来看大家的评论。毕竟是色猫，好哦。不是我说的，跟我没关系。啊，那我们就来闲聊一点那个，我不知道闲聊一点咖啡小知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连你也不知道，连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关台这样子。那还蛮不错的啊。好啊，但我没有什么咖啡啊，不然来点，我想一下，咖啡的台语嘛。咖啡的台语就那个不是有什么笑话吗？你是说博朗咖啡吗？对，就是如果在路上看到一只狗，然后就要嘎逼是吗？哦，这个之前我们有来支援的员工跟我们店长讲过，然后所有人都觉得不好笑。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就是狗之后又跳出一个什么东西，那要怎么办？好像曼特宁咖啡吗？还是什么？好像啊，对，忘记了。神秘考古题冷笑话，真的会出现在那个那什么30年前的，会出现在早餐店封膜上的。对，没错。但蛮喜欢的。那手冲咖啡有台语吗？不知道如果要我直接讲，我可能讲秋强是这样吗？因为一起强水嘛，一起个小滚水强蕊。哦，原来冲是念强是吗？我想应该是吧，我也不确定。我知道那个叫什么？我知道那个拿铁，有人就直接写 latte， 就是溃拉的那个 latte， 新退的退 latte， 好酷哦！念起来就很像原本的 latte， 听起来好台哦。对啊，我觉得超赞的，我很喜欢这个翻译，所以我现在都跟着用，很接地气耶。对啊，